10岁才知张陵张梦金，但是年初一有面馆里向和相对么碰着一个美人，大名鼎鼎东方一扎顶10岁才女叫蔡淑琼。蔡淑琼13年份浪向打牙岗，我将来伴了终身，千年不嫁。为啥呢？因为娘死得着，要我里从小抚养长大。为此小人要嫁出去，跟个农里等于分一样。老先生考啊，各位老先生10岁名誉叫蔡道成，所以最近的几年隔离谁关在农例子一个辣浪正室里向摆一张桌子么更牙和衣裳。时间一来了。历史可以有实力的本领，13年份浪讲完，来了今年还收拾不来。不晓得现在农肚子也想嫁人子，外加年初一碰上张陵，郎才女貌，一见倾心。眉目之间手心，张陵就和林德清，大是心碎的徒弟倪师良，阿巧两个人急匆匆到蔡家里来。也想要若是想起红娘手势，不晓得从初一到5半分班了，而且你每日白来，总管大门紧闭，老先生不可平的。今朝正5半啊，老先生可平着，两高队的一搭一档一来着。相公蔬菜。结果这样，有待恭喜几家人，可可是是上挂心。历来非亲灭，非追红日为妻君。相公师傅，今朝今个步走上一是啊，把到欧队我马上到来送不的。是啊，来封信看看哈啊。啊。哎呦，来等了，等是。是啊。哎呀，你看门口的人叫的嘛。是。等我分口平时上边人最大了来着。哦，老先生，我理想都没考据。最近门2只3个来灯，上边人各自哈坐了廊，理想天津当中金刚2把笔种个花草本真，再进去课堂革命衣裳失望，革命衣裳正式。那红红相当的忙，2个人拉门口多多走西西，就么等下逢我的，瞧一瞧，是瞧出来嘛好。不晓得下逢我的嘛分出来啊，里向声音的手出来。老先生1号、2号、3号病人口头嘛，小气，手底4号病人进来。现在小东打在脑袋，第3病人算你，第4病人算你。我背山了呀！现在今朝有一起那是提示，搿种人自从蔡小家隔离协议之后，经常到该打来，侪没毛病，有种吃得饱饱胖胖，做啥？看毛病是假，看美人是真。晓得蔡松琼隔离协议。国外同的也不记得个，现在看起来几块行钿个交易金，到里向李子想想，实特细细看看，别只给老先生一进气得擦扑。哎呀，今朝新年新山第一日做生意呀！好，按谁来搞青年噻？果子阿姨发好不海里进去。哦，你啊？没正是我吧？让来了。嘿啊。去。没，西北大楼啊！跑对的东西北大楼，来跟我来啊！临近正式，老先生，喏，是你喏，什么呀？那么你看毛病嘛，稍微晚一点呀。好呀，那看你2只眼睛东杀西鬼，手里下为够了。哎呀，房子搭不错，一个地方子搭不错。先讲你为是来看毛病还是看房子？那个毛病也看房子还也看。你得忙开。老先生，是你啊，意思里向，今朝有一气的。
老啥个本事？对你一口，写得灵不啥毛病，但是错看到了不大码，不好玩对你。你做这个气，写针对说枸杞，这位相公。老先生。身上欲何不是？哦，我本身呢，要么是个那浑身才是毛病啊。哼，不养毛病不，轻骨的毛病。哎一口就口出来。我没讲，一日三更也不能困，生死花或么所谓负心。不来看见先生面水为称。夫如啊，一种风流有鬼，夫是公哦。打，马水郎想打了。罗马调，年纪轻，营养好，身体好。老下你从一分口病，半根的虚息，第一口病水绑上个东大好。这位相公，那哈，因着少经，实让生活中偶尔遇事，亦不能迷失做下心邪不正之功。只要并且细腻，并正据为君。嘿嘿，咁么老先生等我开张部房子啊！老夫一生仁义，周于与病之身，相背服病之悲，你服病人大之后闹什么？啊，是我若放不开。哎呀，老先生，搿来没你不做行走啊！哦，新年新生，我本身来要来看毛病的药方不开啊，不开得眼睛开，嘿嘿，见到李子杯，各位编织面孔的写字出来，等我本身来要那打打码，开张部房子呢，哎，不眼睛的，哎，你不开的，不眼睛的，是，去，说听，啊，我家女儿，各里是相本人看病。搿么那蓝先生，不是我说你不对在，搿么多个写字啊！家里谁种鬼也看毛病的呀？我会生了要把一个女儿，你看他几乎正经，经过开口，嘿嘿嘿，不眼睛。我女儿写的乃是户口。哦，红色口的户口，嘿嘿，把女人看毛病啊！不眼睛的呀，我谁说女人不这样？啥派男人也非要做子？哼，老先生气狗子家小针对一吹，相公不要带我其他病人。请病。哦哟，蓝先生，你新年新岁从我背上来要面对。哦，我布置下你不开房子，不让别打。哎，三为我路队，对为我相助，你听我把句话了嘿。我把你这一股劲。是。蓝先生，你是个磨山门的，哦，真正气杀手了呀！这一股劲虽是你胆子定低的。这样磨吉他我你磨不出来，面孔已经气得上青，滚出去！对呀，是对。外头阿秋把张令听得清清爽爽，看得个毛病到郎中先生心想我。哎呦，阿秋想起回来了。辛苦师傅。是。俺听见你下了张车。是啊，为了不是这不正常。那么好进去人了。哦。我到那搞上去秋香么？大进去是够帮个小龙，这风声一时他。哎呀，是的嘛。起错没错，秋香么不错。既然如此，追呀！相公师傅去。是。两高头大进正式，老先生弄得水沙龙。实质上一股劲水我台湾不人，多上吼。老先生。老先生。哟，举行来着。二位，请了。为了何事这不正常？没这啥天过后再俺样，实行不这等这样，这个飞对浪子无理请闹，你是苦恼，不苦恼。咻！上林心里想，过后已经点子起来着。对你妈妈，你个你为啥人个啦？啊，新年新岁来出来先生面对。而且那天呢，口中的写家呀，
还屋里向为扶助三家为当列的。张林是现在这个三家三个已经是离个着，扶助三家里哪边贴起来了？啥个面孔一背，我把你这个废腿拉子！哦哟，没害，半夜里杀出来个神眼睛在，啥事体啊？奉命随意，为要扶助千军为当了的，为不与我滚出去！趁着小子，你晓得呀人，俺是过本山来要孩子啊，见我滚出去了，放你个屁！放你个屁！两高头屁放来放去，阿巧头不就想追你的？各种你们相公司来，还打你讲道理了，讲道理没你不会做这种事体的，有理想一错。喂，哦哟，但又好得了，少天多人带多了哟！你说这样的，那带我出去啊！你自家不跑出去，呸！你这边哪行呢？你还要试试看？是准备那行，炸大真比浪一手，我的晃位置浪向拎起来，那就两手两脚踏空调，我手居然指力了还一马球，当当，林子里刀门后的猛针小走这样跟随，真哎呦！这个一个对得来啥是呀？本来们不买病，做地买病出来。呦，没，你居然给我当本山了，要为当脸的，你等下来，来这呢，来说下的，那不说下要再来一个，我可是再吃不下在，没办法，地上下马发来起来，嘿，一切一往眼里去看伤口。我这是追了办法要追。而且是大道理想，相公司吧，搿种人不讲道理，叫他一把多出去说说。哎，这一般上难嘛，领不了这是啊。哎，老先生，好的啊，事体没的。老先生对你看张面孔熟悉的了，想着人懂。你哈哈呀，老先生你怪人懂嘛？你懂我那个来姑呀？你都非让我70几年天得了。呀，你到我里向走对瓦特再来起走对，我不是你是呀，阿巧呀，哦，巧姑哎，巧姑，哦，都是你们很会了。两高地他说不动呀，一个人就说话了。我对各自哈中有的人让看病理想政策，那么进来搞一个位，可是今朝随便拿大里把他呀，不知啥人有病，千分而外，你们大此谁一的吗？这个嘛，阿巧一听就表达没哈，本来讲这样，假使问你多。哎，当然还有啥事体？外地里不是听不出去的，干嘛等于分进来嘛？事体分别人工哩，一听见还是来看毛病，走，接着干嘛加快？哎，各位地方看的，你是这样，写好字对那记得。哎，这个老先生，你真的有本事，嘿嘿，你来看毛病呀？我是没毛病啊，你个相公司有毛病。家里人为他一人的了呀，弟弟妈妈出来我找，我不毛病，哪是我来看毛病呢？哎呀，相公司我来嘛，怕啥个难为人呢？于是平民也看看，我说有的秋呢，在三病不看不到病吃口，还不看来是不看来，你怕难为人呀？上次毛病不看看病的，已经打个光写毛病啊，俺家不过背得来，相公司不看病要追。这个你说我来讲，你说我来。老先生一听，一样一个读书人，刚人生那还是读书人打扮，这个读书人，搭这个读书人，天浪地浪。你是没毛病来看毛病，那个读书人是有治毛病，怕难为人。相公，有病总得要看。他讲得对呀，小病不看到病吃口啊，切，大小针对。少过不去。家人尴尬这个面孔嘛，都要承担着。
不晓得荔枝北岳各位崔守穷小姐，哭得清清洒洒，听得明明白白。本来心里想来关后呀，反对老子扶贫受益，一直来哈欠。为何有人来求羡慕子？现在一听一哭，哈，这个人我认得哇，谁是张陵张梦金？那有面过年初一，我这里排队，看见的那相对那像无梅花，可个梅花画得个汉头诗，是个真的一样。这里分开之后，我年年呀呀，谁了那天机里呀，哈，俺是今朝里来看嘛，平章。但是夜里想做梦，也是为了办啥里个呀？哎呀，今朝来看马宾馆，不知啥哪想发誓。老先生今朝对个良好的教育好够了，相公啊，是，放心，虚虚小病，老夫若道便是。多谢老先生。亲吻相公，真心大名呐！张林香名字太高，自家需要了海呀，不买病什么来看病，老先生还本事，把你一打嘛龙抽吧，手出去子阿爷那为人啊。所以都要顺带，这个嘛，阿且也不懂。问名字你要叫你搞出来，哦，问你相公师傅，那先生，你相公是心肠命令，双子猛心，大名鼎鼎，受罪在此。哎呀，你只不但是对跨关，大丈夫手不改心里不改命。老老一听，哦，做下谁是？张陵张相公，真是才是。哎呀，巨娘，巨娘，你受罪，谁至于名恩深？要谁得
独自迷尘，大名鼎鼎和美和能水，我当然呀，既然有等于巧相识与病离干。相公，你怕什么？难为情，他不说难为情啊！请问相公，身上愈后不适？饮食不好，胃中发痛。对，伤风咳嗽，大便不通。那病倒没多了。哦，不妨，他是肥里香，身份，谁打谁归，他经过了身，心大力大妈妈。罗马雕后与什么平衡？你那个来到一时一光生，张相公，是哪里不是我？早在家口里啊，饮食不好，胃中发痛，一伤风咳嗽，大便不通。刚刚我们逮到，现在我们伤到，有这个搭档的，我为他打马赛打不出来的，来得个马赛无人，而且口口舌苔清爽。不过非刚刚人他现在有点发脾气，发手错啊。因为我今朝一起了，虎头狼了，心不心，马上听不出来。再来，他是调水行心，细针，石配青，马先生能，不与他们心对。no 后说是定吧马兵张相是你方谁都与你一字铁铮一本正经选出人，哪知晓你这真正人其人不真你们红兵奔向心，两种桃花，一日生门，同日成为黄狼天，你们思想谁稍微后世风时下不胜好态，是昂扬这个读书人，还为得地的清非不可。张相公，以家乡来这一御病之身，使我方志不开。请咻，这里三个地动走，眼睛上来起身来，大地真惊人呀！对切姑妈妈谁是里发喊去吧！大家追着，两个的马子外头去，唉，李子背个三家听得给到的们恍如大悟。原来张相公给到的来看病是假的，还是为自我，为我做啥么？我晓得的呀。有面过两家头眉目受人，你对我有意思了该。那么像家里啊，你就应该名正言顺，请一个美人爸爸来做媒人，那么对的呀。哪会何种啊轻微浪子之态？还是
过来地心上里，翻落尸体龙江的子，啥个了打，吹一张法子过来嘛，别挪到水里，亮亮响子一响，哒哒哒哒哒哒，小孩张法子，在旁边屋里妈妈们眼里把忙着，先锋是这样，这里有药方一支，你从正门出去，加入千步，命千步走人张相公，他服了此友们，并瑞哈了。是这样，慢慢些看。啊，就是刚刚个张相公。是。有没有规律好相对？老先生说的500万病呀，你能开药方出去？你懂的啥？我是他一病的。我你晓得你有毛病？是。哎呀，现在你小家本事比老先生还在。老先生口病嘛，会打打毛塞的口口舌苔的。你少不少少，你就看出来你有毛病咋？哎呦，这闲话哎呀，错开始的呀，那冲个眉头哇，血液都一。不要唔少吧，要放心到水平。你是学女科管，专门打女人口毛病、男人毛病的妇产科管。这开错样不要吃啥人是该是讲，我来把老先生看看去。姐妹，我你在错看了一晚，把老先生看看是变农家的个。哎，从正门出去，不言声张。推荐家里出去啊，想做不个啊？老部级上苍毛李玉兵，李东啊，肯定是你特别看得清清爽爽。看，跟我带你轻轻家追出去啊，高长带你去湖北说啊，等着了啊，出来。老先生根本不晓得啥事体，到这里去冲撞。张林大家瞧到外头是，哼，这张林心里想好啊，里向嘛发不出呀，到外头的气才去出带里身呐，切不，都是你的不好。你那怪我呢？不管你怪啥人家，为什么是我一病啊？老先生们倒是来看病，假使我说不是个，不是么就这起这样，等于分进来呀。那么那不是你自个有毛病呢？我想病退一些呀，自个有毛病你也是一样的呀。可非得让至少他一拨零出去多出去嘛，然后我当得上来把你拿我。哎呦，好哩，不要多讲嘴巴。慢慢讲啊，再等一下。晚等些了。老先生不明男人，当时的还是7岁，现在才晓得了还。哦。为他跑屋里出来，等一下。想那个不错，三家听见子气啊气上来，啥个不争气，微跑屋里出来了。好了，嘴巴，再等他。嘴巴嘎，哟，哎呀！你说的我想等我都跑出来个了。新加坡，哦呀，我去干杯啊！小姐，哦呀，小姐。铁哥啊，你都今朝还管，两家都来看毛病哇？你老先生说的500毛病呀？年纪大才好溜了。看上去总是年纪大不才有点好理，我不在。那么你三讲是该，深到张相公是有毛病。这个？那个开支一张药方笺我拿出来干不了呢，你去干不你到张相公，妻子这个药嘛毛病谁干在？真的？真的那好老气，放过的多。这封信忘记脱了，哎呀，那么快再去把门要弄出事体来，不要紧，微信下来个去。结果。张先生，看着，侬封信忘记脱了。哪个人随时搿头发？一卡我忘记脱了。我眼睛么是哪还忘记脱呢？不，男小心不了，也封微信。是啊。那么微信就来了。什么将军？小家亲手开一张药方，按照屋头送不来，说吃这个退药，哪个毛病就好。我有毛病了呀？你也有毛病了？我500毛病吧？那我把你弄到屋里，拿来我开。你看呢？都是你的不好，小姐在责怪我了。毛油呢？毛油的啥？你去看呀。我那晓得我不说是的，读出来听听。你听了？君病后10日一，两方非必是相思，两口恩为汤头药，没有情味，花落无尽。啥意思？你讲给我听听。
君病何须食如意，生个母与毛病不要如此。两方非必是相似。搿句侬懂个，再还药方吃法相似。两开欧味汤断药，看你呀药不呢？莫有轻微灰落不及。搿句也不懂的。不要有轻微浪子之言，要后悔的。叫我问呀？我以为五样药了哇！受用吃法，助力之日虽作为下美批。五样药，分量呢？分量它不给，分量不没有法1斤2斤吃的。搿么看上去不是吃瓜？有好的，搿么还是动动脑筋，动动脑筋想想口啊！搿个五样药，助力之日虽作为下美批。一旦他来动动了，什么将军呀？当作文旁过去，让不出去旁边人都想得出来。助力之日，虽作为下美批。助力之日虽作为下美批，助力之日这个嘛，虽作为下美批，助之虽。相公师傅，恭喜相公师傅！怎样？谢交得来实力有心。好啊，这个五样药，不是还能吃的呀？嘿嘿嘿嘿，相公师傅，娘听出来？我没一样。哎呀，堂手追谁知居然10样气也没是想不出来，我倒想出来。我讲嘞，你听哈。费思量，且已经没情商。头浪四句不必多想，再要进汤里五样做力之日，再作为像牙家美皮妹妹经商，何地不可对口对浪？做主谁为妹妹，谁人公认？用不着美日照去看医生你切姑你好灵巧啊！不灵巧嘛，不叫是。快点几千个美人爸爸做主谁？哪不做主谁为美？何为这事？一日三更也不能困，生死花火么所谓负心。得来恳请先生妙手为称，不如也做风流有归，富士公文大马西郎想大了，罗马调年纪轻，营养好，身体好。来了下你从一分口病半根的休息，第一日口病所以帮上个同胞好。这位相公，那哈，因着少经，实让生活中偶尔遇事，亦不能迷失做下心邪不正之功。只要并且信你，并正据为君。嘿嘿，干嘛老先生等我开张部房子啊？老夫一生因以做与病之身，想不以奉病之辈，你奉病正大之后闹什么？是我药房不开。哎呀，老先生，搿来没你不做行走啊？新年新生，我本身来要来看毛病的药房不开呀，不开得眼睛开。嘿嘿，见到李子杯，各位编织面孔的写叫出来，等我背上来要拿搭搭马，开张部房子呢？不要紧的，你不开的，不要紧的。是，看，说听，我家女儿各里是想本人看病。搿么嘛，老先生，不是我说你不对在，搿么多个写叫。家里谁以中国也看毛病的呀？我被生了要把一个女儿，你看他几乎正经经过开口，嘿嘿嘿，不要紧的。我女儿写的乃是妇科。红色口的妇科，嘿嘿，当女人看毛病啊，不要紧的呀，我随手女人不这样。啥派男人啊，非要做子？哼。
老先生气过自家，小针对一吹，相公不要对我其他病身，请便。哦哟，老先生，你心意心塞，从我背上来要面对。哦，我不知还你不开法子，不让便当。哎，三为我路队，都为我相助，你听我把绝无了嘿。我把你这一股神是。老先生，你是个陌生人啊！哦，真正气煞手了呀！这一股劲虽是你胆子定定的，这样磨吉他我你磨不出来，面孔已经气得上青，滚出去！对呀，是对。外头阿俏搭张令听得清清爽爽，看得毛病到郎中先生心想我，哎呦，阿俏想起回来了。辛苦师傅。是。俺听见你下了张车。是啊，为了不是这不正常。那么好进去人呢？哦，我到那高上去秋香么，大进去是够当个小龙，这封信一说说他。哎呀，是的嘛。起错没错，秋香么不错。既然如此，去呀！相公师傅去。是。两高头大进正式，老先生弄得无水沙龙。实质上一股劲水我台湾不是。多上吼！老先生，老先生，哟，举醒来着，二位请了。为了何事这不正常？没这啥天，啥天过后这样，十四人不这等这样，这个飞对浪子无理取闹，你是苦恼，不苦恼。咻！上林心里想，过后已经点子起来着。对你妈妈，你和你为啥人个啦？啊，心意心塞来出来先生面对，而且你听呢口中的三家呀，还屋里向为扶着三家为当列的，张林子现在这个三家这个已经是离个着，扶着三家里哪天贴起来了？啥个面孔一背，我把你这个废对啦子，哦哟，没害。不夜里杀出来个神眼睛在，啥事体啊？风平水衣，为要扶着千军为当了的，为不与我滚去。趁着小子，你晓得呀人，俺是顾本山来要孩子啊，见我滚出去了，放那个屁，放那个屁！两高头屁放来放去，阿跳头不就想追你的？搿种人嘛，相公师傅来还搭来讲道理了，讲道理么你不会做搿种事体的，腰里向一戳，喂！哦哟，但又好得了，啥天多人带多了哇！你说这样的，那带我出去啊！你自家不跑出去，呸！你这里行呢？你还要试试看？是准备那行，扎个真比浪一手，我的换位置浪向拎起来。那就两手两脚太空像我手居然指里的黑一马球当林子里刀门老的莽真小走两根水真哎呦啊！哥哥一个对得来啥是呀？本来们不买病，做地买病出来。呦，没居过当本山还要为当列的，你等下来，别转了，来说下的。那不说下还要再来一个。我可是再吃不现在，没办法，地大下马发来起来，哼，一切一往么眼里去看伤口。我这是追了办法追，而且谢大道理想，相公师傅。搿种人不讲道理，叫他一把多出去说说。哎，这一般上你们领不老子是啊。哎，老先生好的啊，事体没事。老先生对你可张面孔熟悉的了，想上人的。你哈呀，老先生你怪人懂嘛？你多你个来个呀？你多非让我70几年天得了。呀，你到我里向走对瓦特再来去走对，我是你是呀，阿巧呀。哦。巧果，巧果，哦，都是你们很会了。
两高地他说不动。呀，一个人就说话了还。我对各自下中有个人让看病，理想政策，那么进来搞一个位，可是今朝随便拿打理把他呀，不知啥人有病，千分而外，你们大此谁一的吗？这个嘛，哎呀，一听个表达没哈，本来讲这样，假使问你多，哎，当然还有啥事体，为的你不是事体不出去了，干嘛等于分进来嘛？事体分百人公里，一听见还是来看毛病，走，接着干嘛加夸，各位地方看的，你是这样，小猴子对那记得。哎，这个老先生，你真的有本事，嘿嘿，你来看毛病呀？我是没毛病啊，你个相公司有毛病。家里人会得一人的了呀？爹爹妈妈出来我找，我不毛病，哪是我来看毛病的呢？哎呀，相公司我来嘛，怕啥个内外人呢？有次平民也看看，我手得去呢，在三平不看不到。10岁才知张陵张梦金。但是你从有面馆里向互相对嘛碰着一个美人，大名鼎鼎东方一扎顶10岁才女叫蔡淑忠。蔡淑忠13年份浪向打牙岗，我将来伴老终身，千年不嫁。为啥呢？因为娘死得早，要我里从小抚养长大。为是小人要嫁出去，跟个农历等于分一样。老先生考啊，各位老先生所最名誉叫蔡道成，所以最近的几年，隔离谁关家农例子一个，来让正式里向摆一张桌子嘛，更牙和衣裳。时间一来了，你谁可以有实力的本领？13年份老讲完。来今年还收拾不来，不晓得现在农都是要想嫁人子，我讲年初也碰到张陵郎才女貌，一见倾心。眉目之间手心，张陵就和林得清，大是心碎的土地你是这样，而且两个人急匆匆到蔡家里来，也想要若是想起红娘手势，不晓得从初一到月半。分班了，而且你每日白来，总管大门紧闭，老先生不可病的。今朝今个半啊，老先生可病着，两高头的一搭一档一来着。相公师傅菜，切过嘴呀！牛带恭喜几家人，可可是是上挂水。人来飞起面，飞追红日为妻金。相公师傅，今朝今个半做生意。是啊，碰到欧队，我马上到来送不的。是啊，来封信看看哈啊。啊，哎呦，来等了，等是。是啊。哎呀，你看门口的人觉得吗？是。等我分口平时三百人最大的来着。老先生，我理想都没考据。最近门2只3个来灯，300人各自哈收了郎。理想天津当中金刚2把笔种花草本金，再进去课堂革命衣裳希望，革命衣裳正式。那轰轰相当的嘛，2个人拉门口多多走西西，这么等下问我的。瞧一瞧，是瞧出来嘛好。不晓得小我的嘛分出来啊，理想声音都说出来。老先生1号、2号、3号病人看他们，小心。手第4号病人进来，小东打在脑袋。第3病人说呢？第4号病人说呢？北山了呀！晓得今朝有一起那事体，
各种人自从拆卸掉隔离协议之后，经常都给他来，侪没毛病，有种吃得饱饱胖胖。做啥？看毛病是假，看美人是真。晓得拆除种隔离协议，国外同的也不记得个。现在看起来几块行钿个交易金，到里向里子想想，实特细细看看，别只给别只给，老先生一进气得擦扑擦扑。哎呀，今家新年新三第一日做生意呀！好，按谁来搞青年噻？果子阿姨发好发海的心情。哦，你啊？没正是我啊。好，让来了。嘿啊。去。没，西北大楼啊。跑得的东西北大楼，来跟我来啊！临近正式，老先生，喏，是你喏，什么样？那么你看马病嘛，稍微晚一点点呀。哎呀，那看你两只眼睛东杀西鬼，手里下为够了。哎呀，房子搭不错，一个地房子搭不错。先讲你为是呢？看马病还是看房子？那个马病也看房子，还也看。你得忙开。老先生，是你啊，意思里向，今朝有一气的，老啥个本事？对你一看，晓得你没啥毛病，但是错看到了不大嘛，不好为对你。你做这个气，先针对说过去，这位相公。老先生。身上愈合不是。我本身呢，要么是个那浑身才是毛病的。不养毛病不，轻骨的毛病。一看就看出来。我没见。跑的东西北大路，来跟我来啊！临近正式，老先生，喏，是你喏，什么样？那么你看毛病嘛，稍微晚一点点呀。哎呀，那看你。两只眼睛东杀西鬼，手里下为够了。哎呀，房子搭不错，一个地房子搭不错。先讲你为是呢？看毛病还是看房子？那个毛病也看房子，还也看。你得忙开。老先生，是你啊，意思里向，今朝有一气的，老啥个本事？对你一看。晓得你没啥毛病，但是错看到了不大嘛，不好为对你。你做这个气，先针对说过去，这位相公。老先生。身上愈合不是。我本身呢，要么是个那浑身才是毛病的。不养毛病不，轻骨的毛病。一看就看出来。我没见。一日三更也不能困，生死花或么所谓负心。得来看见先生面水为春，不如啊，一种风流有鬼，富士公哦。大马水浪向大了，罗马调，年纪轻，营养好，身体好。老下你从一分口病，半根的休息，第一口病所以帮上个动大好。这位相公，那哈，饮食少进，实让生活中偶尔有之，亦不能迷失做下心邪不正之功。只要并且是你，并正据为君。嘿嘿，那么老先生等我开张部房子啊！老夫一生仁义，周于与病之身，相不以服病之悲，礼服病人，大致后闹什么？是我若放不开。哎呀，老先生，这来没你不做行走啊！新年新生，我本身来要来看毛病，你也放不开呀？不开都眼睛开，嘿嘿。见到李子杯，各位编织面孔的写家出来，等我背上来要拿打打码，开张部房子呢？不要紧的，你不开的，不要紧的。是，去。说听，我家女儿格里是相本人看病。
根本那蓝先生不是我说你不对在，跟你这个小姐啊，家里谁一种鬼也看毛病的呀？我会生了要把一个女儿，你看他几乎正经，经过开口，嘿嘿嘿，不眼睛。女儿写的乃是户口。哦，红色口的户口，嘿嘿，把女人看毛病啊，不要紧的呀，我随手女人不这样。啥派男人也非要做子？哼，老先生气狗子嘎子。小针对一吹，相公不要带我其他病神，请便。哦哟，蓝先生，你生意兴衰，从我背上来要买对。哦，我布置还你不开房子，不让别打。哎，三为我路队，都为我相助，你听我把句话了嘿。我把你这一股神。耶，蓝先生，你是个魔神门啊！我真正气死谁了呀！一股劲虽是你胆子定定的，这样磨吉他我你磨不出来，面孔已经气得上青，滚出去！对呀，是对。外头阿秋把张令听得清清爽爽，看得个毛病到郎中先生心想我，哎呦，阿秋想起回来了。辛苦师傅。是。安天记里下了。10岁才子张令张梦金，但是年初一有面馆里向互相对么碰着一个美人，大名鼎鼎东方一扎顶10岁才女叫蔡淑琼。蔡淑琼13年份浪向打牙岗，我将来伴老终身，千年不嫁。为啥呢？因为娘死得着，要我里从小抚养长大。为是小人要嫁出去，跟个农历等于分一样。老先生考啊，各位老先生10岁名誉叫蔡道成，所以最近的几年，隔离谁关在农例子一个辣浪正室里向摆一张桌子么更牙和衣裳。时间一来了。你虽可以有实力的本领，13年份浪讲完哦，来今年还收拾不来，不晓得现在侬都不是要想嫁人子，外加年初一碰上张令，郎才女貌，一见倾心。眉目之间手心，张令就和林德清，大是心碎的徒弟倪师良，阿巧两个人急匆匆到蔡家里来。要想要约西想起红娘寿事，不晓得从初一到5半分班了，而且你每日白来，总管大门紧闭，老先生不可平的。今朝正5半啊，老先生可平着，两高头的一搭一档一来着。香菇师傅菜。铁骨醉呀！有待恭喜几家人，可可是是上挂心。历来非亲灭，非追红色为妻君。相公师傅，今朝今个不做生意。是啊，碰到欧队，我马上到来送不的。是啊，来封信看看哈啊。啊。哎呦，来等了，等是。是啊。哎呀，你看门口的人叫的吗？是。等我分口平时三边人最等了来着。哦，老先生，我理想都没考据。最近门2只3个来灯，三边人各自哈坐了廊，理想天津当中金刚2把笔种个花草本真，再进去课堂，革命衣裳希望，革命衣裳正式。那红红相当的嘛，2个人拉门口多多走西，就么灯下逢我的，瞧一瞧，是瞧出来嘛好。不晓得下逢我的嘛分出来啊，里向声音都说出来。老先生1号、2号、3号病人看他们小心，说第4号病人进来。现在小东打在外头，第3病人算你，第4病人算你。我
被杀了呀！现在今朝有一起那事体是，搿种人自从蔡三家隔离协议之后，经常到该搭来，侪没毛病，有种吃得饱饱胖胖。做啥？看毛病是靠，看美人是真。晓得蔡松荣隔离协议，国外同的也没记得个。现在看起来几块行钿个价已经，到里向李子想想。杀他西西口口，别只给老先生，一进气得擦扑擦扑。哎呀，今朝新年新三第一日送生意呀！好，按谁来搞青年噻？果子阿姨发好不海的心气。哦，你啊？没正是我啊。好，让来了。嘿啊，去。没，西北大楼啊，阅兵军。是非知此兵送于前，守一个礼，敌对自信。你得里看毛病也麻利点噶。老先生今朝对个良好的教育好够了。相公啊，是。放心，虚虚小病，老夫若道便是。多谢老先生。亲吻相公，真心大名呐。张林祥名字太高。自家需要了海呀，不买病什么来看病，老先生还本事，把你一刀马龙抽把，手出去子也难为人啊，所以都要顺带。这个嘛，阿且也不懂，问名字你要叫你搞出来。哦，问你相公师傅，老先生，你相公是心肠明明，双子猛心，大名鼎鼎，受罪在此。哎呀，你只不但是对夸官，大丈夫手不改心里不改命。老楼一听，哦，做下谁是张林张相公？真是才是。哎呀，巨娘，巨娘。你受罪，谁至于名声？了谁对亲？不让神你的梅花不知迷尘，大名鼎鼎和美和能事，我当然呀，既然有跟你巧相识与兵与战，生相公，你怕什么？难为心，他不说还难为人啊！请问相公，身上愈后不适？饮食不好，胃中发痛。对，伤风咳嗽，大便不通。毛病倒蛮多了。哦，不发，他是肥里笑，身份，谁打谁会他进不了身。心大力大妈妈，落马吊河，
有什么病？你来个，来到医生，医生一光是谁的吗？这个嘛，哎呀，一听个表达没好，本来讲这样，假使问你到，当然还有啥事体，为的你不是体，不是体不出息的。干嘛等于分进来哇？事体分8人公里，一听见还是来看毛病，走，接着干嘛加快，各位地方看的，你是这样，写好字，对那记得。哎，这个老先生，你真个有本事，嘿嘿，你来看毛病呀？我是没毛病啊，你个乡公司有毛病。家里人为得一人得了呀，爹爹妈妈出来我找，我不毛病哪是我来看毛病的呢？哎呀，乡公司我来了，怕啥个内外人呢？有次病没呀，看给我说得去呢，在三病不看不到病吃口。话不开来，说不开来，你跑来我这样，上次毛病不跟狗病的，已经打个光写毛病，啊，俺家不过背得嘞。我说不口病要注意。这个，你说我来，你说我来，你说我来。老先生一听，一样一个读书人，刚人生哪还是读书人打扮？这个读书人，大概个读书人天狼地狼。你是没毛病来看毛病，那个读书人是有治毛病怕内外人。相公，有病总得要看。他讲得对呀，小病不看到病吃口啊，切，大小针对说过不去。家里给嘎子个面孔们都要承担着，不晓得荔枝杯有个位蔡守穷小姐，看得清清洒洒，听得明明白白，本来心里想来关后呀。非对郎子扶贫受益，一直来哈气，为何有人来求相母子？现在一听一看，哈，这个人我认得哇，谁是张陵张梦金？在那有面过年初一，我得里排队，看见你那墙头那像画梅花，可个梅花画得个海头诗，是个真的一样。等你分开之后，我日日夜夜在了那天机里呀，哈，俺是今朝里来看毛病长。但是夜里向做梦，也是为了办啥里个呀？哎呀，今朝来看毛病馆，不知啥个哪想发事。是啊，为了不是这不正常。那么好精气神哦。哦，我到来搞上去秋香么，大进去是够帮个小龙的风声一时是他。哎呀，是的嘛。起错没错，秋香么不错。既然如此，这。
呀！相公师傅去。是。两高头大清正色，老先生弄得5岁沙龙。实际上，一股劲水为台湾本人，多上吼吼吼吼吼。老先生，老先生，哟，举身来着，二位，请了。为了后事之不争吵。没做啥天，啥天过后这样样，实施不这等这样这个飞腿浪子风里请恼，你是苦恼，不苦恼。呼咻！上林心里想，过后已经点子起来着。对你妈妈那个你为啥认个啦？啊，心意心塞来出来先生眉头，而且那听呢口中的三家呀，闲话里向为扶助三家为当列德。张林是现在这个三家三个已经是离个着，扶助三家里哪边贴起来了？啥个面孔一背，我把你这个飞腿浪子，哦哟，没害，半夜里杀出来个神眼睛在，啥事体啊？奉命随意，为要扶助千军为当了的，为不与我滚出去。趁之小贼，你晓得呀人，俺是过本山来要孩子啊，见我滚出去了，放哪个屁？放哪个屁？两高头屁放来放去，阿跳头不里想追你的。搿种人嘛，相公师傅来为搭里讲道理了，讲道理嘛，你不会做搿种事体的。腰里向一戳，喂！哦哟，我一哈得了，啥天都人带多了嘿哇！你说这样的，那带我出去啊！你自家不跑出去，呸！你这边行呢？啊！你还要试试看？是准备那行，啥个真比浪一手，我的换位置浪向拎起来。那句两岁两脚踏空讲，我手居然指令了还一马跳，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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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林子里刀门后头忙针小走两根水黑，真哎呦啊！这个一个对得来啥上是谁呀？本来们不买病，做地买病出来，哎呦，没。你居然给当本山了，要为当列的，你等下来，你这奶奶说下的，那不是下要再来一个，我可是再吃不下在，没办法，地上下马发来起来，哼，一切一往眼里去看伤口。我这是追了办法追，而且谢大道理想，相公师傅。搿种人不讲道理，叫他一把多出去说说。哎，这一班上你们领不了着，是啊。哎，老先生，好的啊，事体没的。老先生对你看张面孔熟悉的了，想着人懂。你哈哈呀，老先生来怪人懂嘛？你多你个来姑呀，你多非让我70几年天得了。呀，你到我里向走对瓦特再来起走对，我不是你是呀，阿巧呀。哦。巧姑，巧姑，哦，都是你们很会了。两高地他说不动呀，一个人就说下来，我对各自哈中有个人让看病，理想张策，那么进来搞一个位。可是今朝随便拿到里把他呀，不知啥人有病，千分而外。你们当